选会公告第一波罢免案投票，就是7月2日，民进党各选区开始和罢免团体四界宣讲。另外，国民党主席嘛表示会全力来应战。昨高雄一栋透天厝着火烧，厝主抱囡仔要对窗仔走去隔离的时阵，摔落去，囡仔无受伤，不过厝主分别加载留来人受精神。天书局查到有诈骗集团甲骗来的钱换做黄金，招数去国外洗钱，总共是查到大约77,700万的黄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1日 AM 新闻，我是卢尚如。中选会昨公告第一波的罢免案投票，这是7月2日，民进党各选区嘛开始在和罢免团体在四界宣讲哦。另外，总统赖清德打算伫明仔载开始要启动团结国家10讲，第一场就伫咧礼拜的暗时。不过，因为这个时机太过敏感，嘛引起在野党的不满。也不过，总统府是强调，这个时间是抢赌抢，不是调工安排的。骑自行车，台中第6选区罢团甲中西东南4区民进党机关，由台中文化中心出发，沿旧社区西，沿路吹票，最后到终点台中公园。大罢免，大成功。头一波罢免案投票日确定伫7月2日举行，民进党党公职就见到为止，参连成安选区罢团连开6节。726，站出来！北市民代甲罢团联手，北六透早徛伫街路宣讲，党部搁较规划7月起举办大型活动，希望推出同意罢免票。看板的部分，还有空战的部分，还有陆战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尽全力的安排。那包括另外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现在目前都在陆续规划当中，为3届罢免来做准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所有的志工其实都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办的任何陆战活动，我们都会把强度再度升高。总统府早起也召开记者会，宣布赖清德总统会为礼拜2起去各大社团进行团结国家10讲，重心分别是国家团结宪政体制、国防外交两岸民主和平欢迎均衡台湾。对下乡宣讲后，在党这期，若要团结爱先停止大罢免，呼风回应。总统谈话甲公民团体活动无关系。罢免其实是公民团体自觉所发起的运动，没有人有办法主导，自然也没有任何人是可以去停止的。总统也一直想要表达说，他对团结国家、对国家主权，还有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是非常的重视，这不是这几天的临时起意。呼风强调，总统就任甲单但会重心一致，对外深化台湾甲世界连结，对内希望团结民众、调野国家，共同面对外来威胁。宣讲是受民间邀请，并不是调工选择时间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选会昨宣布，国民党24位立委罢免案成立，要伫咧7月2日投票。早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会全力来协助各地联防。下晡见到南发起人赵少康，伊嘛举办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哦。台中市长罗秀燕也专工上北来收听，伊嘛批评民进党是莫阁继续来做政治斗争。日下晡4点外，台北人生会馆广场客满阿爷支持者，这场由建道南发起人赵少康举行的800支反恶霸团结大会，号召阿爷民众伫7月2日一定要出门投罢免案的无同意票。去头不同意，我不同意，监督才有力，监督才有力。这摆800支11位立委罢免案成立，在其中的立委罗斯堡这期全国超过15万份联署所以个联署人甲一个地区人是顶答，不过检调就是商标唔办。民事故犯，而且是挑战公权力。那我们看中选会现在怎么样？什么动作都没有，要有动作，要一视同仁，不可以双标，检调也不可以双标。罗斯堡批评罗总统的团结国家10讲就是大罢免大出场，引起民主内战。特别上报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批评民进党治国无方，大罢免伊虽然是配角，不过要跳出来呼吁民众投反对票。希望大家7月26号一定要出来反罢免。您的一票可以导正赖清德，您的一票不同意，可以让民进党缩手。不要再搞政治斗争。而早起参加活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全力协助党内同志透过科学联防来对抗。最重要要靠区域联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民进党有中央无限的资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团结。那团结除了个别立委以外，一定要做区域的团结。
目前全台24个国民党地委罢免案成立，当初协助立论发声，呼吁联防爱团结800支中部到桃竹苗，过来扩大到全国。记者综合报道。昨暗8点，高雄新兴区一栋3楼透天厝着火烧，厝内有5个人是对1楼逃生，但是厝主抱班囝要对2楼的窗仔走去隔壁的时阵，无注意，煞来摔落去。囡仔是无受伤，毋过厝主昏迷，加在后来人有精神过来，目前是因为烧烫伤插管等待治疗。警方表示，这有可能是这个电疗层电线烧破电，才会来着火。透天厝的厝顶庆祝大火，消防队出动50人布线抢救。这栋伫新兴区仁爱之家透天厝，就在暗时8点着火烧起来。你到隔壁了？对，啊，这边够多了。这边23好像也有人，可是目前应该是没事。监视器记录火灾发生时阵，有人会馆的所在玻璃都先到车路的民众向前查看，发现是厝主加4岁细汉后生。他应该是烟受不了烟了啦，受不了浓烟在跳。对，他不是跳，他在逃生的过程不小心啊。调查一回，厝主冲到2楼救细汉后生，2人会1楼窗仔换到隔壁栋逃生的时阵跌落。细汉后生和爸爸抱咧无受伤，爸爸煞昏迷，清醒了，因为小可烧烫伤砸伤插管治疗。透天厝住7个人，厝主的太太、妈妈加3个人伫第时间为1楼逃生。他们有看到的人，每一个人因为浓烟密布了，对，所以他们就大家也都赶快走避啊。半暝出来，阁烧起来，好佳在赶紧拍火。警方表示，火警环境无挂的介入，初步检判是1楼电器烧破电，无排除是这张烧甲臭火大的电疗层。按过消防局回应，确切原因要等调查结果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夏至，这个节气，全台湾的高温是降到36度热冰冰，真侪人嘛开始在开冷气。目前这电钱是用热天的电价在算的，也毋过伫咧网络所有在传讲，3个时段的电钱拢无共，讲什么尖峰时段的电费是离峰时段的10倍。台电嘛赶紧出面赔货，强调这拢是假消息。若个热天就爱耍水，天气真热，囡仔早游泳圈，往那泡啊，往那耍，也个水顶头拿是真好耍。2都是夏至，全台温度称真悬。根据气象所观测资料，全台上关温在园林降到36.3度，西区、高雄、内门、台南、玉井也拢有36度的高温。到下晡，气象署也针对高雄、屏东、彰化发布甘仔式高温警报，气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连续3日以上。带小朋友来玩，小朋友就可以放给他去玩，我们都不用理他。对啊，很方便，消暑。现在的天气就是一定要开冷气才会待得下去。可是会不会觉得电费很高？电费对啊很高，所以要用节能的。未少人伫未开冷气，毋过最近网络上传出，讲台电要用3段式电费，为早起7点到下晡1点电费是平常时5倍，下晡1点到3点电费钱是平常时10倍。呼吁民众用电爱注意时间，毋过台电澄清这是假消息。绝大多数大概99%，就是1300多万的用户，大概都是选非时间电价，就看用多少度电，然后我用不同的分段的等级，然后去每个累计的去计算它的电费。那网传这个讲到这个时间电价，它是要让用户来选用。台电解说，甲方用电全部是有设非时间电价，也就是照度数，根据汇率来算，会出现分段收费的状况是时间电价模式。毋过热天尖峰是下晡4点到暗时10点，收费也未到离峰的10倍，甲网络讲的差真大。另外，时间电价模式爱民众家己评估，适合安尼的汇率计算方式，可主动向台电申请。所以台电也强调，若确认过无向台电申请过时间电价，就免采这种的公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伊朗甲以色列的冲突通转好，欧洲各国和伊朗伫咧日内瓦会谈。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长要协调伊朗恢复和美国的核谈判。也毋过，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基表示，只要以色列无要停战，因就毋谈判。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就口说欧洲对这件代志无帮助，讲伊朗敢若想要和美国对谈尔尔。
以色列甲伊朗冲突无停过，双方无分一时半暝互相攻击真侪天。为了缓和双方的冲突，欧洲各国外交部长甲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伫瑞士日内瓦展开会谈。欧洲各国要求伊朗针对核计划解决办法恢复甲美国的谈判。不过阿拉奇强调，伊朗愿意伫亲像2015年核子协议的结构之下限制浓缩铀，嘛表示袂接受美国提出的零浓缩铀。而且只要以色列未停火，伊朗就袂甲美国谈判。佮批评以色列继续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是违反国际法，是犯着严重的战争罪。در شرایط حاضر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تهاج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دامه داره، خواهان مذاکره با هیچ کسی نیستیم. و آمریکا یعنی در خصوص این موضوع با هیچ کسی ما خواهان مذاکره نیستی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هان مذاکره هستند. 对欧洲甲伊朗会談無進展，和美國總統川普口說歐洲對協調兩國停火無法度鬥3天。No, they didn't help. No, Iran doesn't want to speak to Europe. They want to speak to us. Europe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help in this one. 川普認為暫時要以色列停火有困難，因為以色列在摧毀伊朗核子計劃行動進展真好。針對雙邊的衝突，川普表示會在2禮拜以內決定是不是對伊朗採取行動。美國國會山中報報道，川普20日表示，若是美國會介入，可能只會動用空襲，因為伊上無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出動地面部隊。另外，針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也表示，無證據顯示伊朗打咧激發核彈的講法，川普嘛表示是加巴德講唔對去。加巴德20日嘛喺社群平台 X 回應，表示美國將也未進步顯示，但是伊朗決定要組裝核武器，已經達到會用佇幾禮拜到幾個月內底製造出核武器的程度。伊對總統川普明白表示，袂當讓這款代志發生，是完全同意的。公視新聞台是同朋友。有外國媒體指出，美國商務部打算要來取消三星電子和台積電等全球主要的半導體製造商伫咧中國使用美國技術，而且設備出口唔免逐擺攏來申請許可的權利。業界就在煩惱講這項政策有可能會和美中貿易關係是愈來愈緊張。台灣電子業技術領先，半導體大工大廠台積電也佇全球幾個所在設廠，同時佇中國設有南京12寸晶圓廠、加上海8寸晶圓廠兩大廠區。也毋過20外國媒體報道，美國將研究撤銷全球較大半導體的廠商佇中國使用美國技術的合約權。台積電在中國大陸有南京廠跟上海張江2座廠，合計的話，大概對於台積電的營收大概會有4到5個百分點的影響。SK 海力士跟Samsung那就更不用講，他們也有在中國大陸有記憶體的廠房。根據了解，南韓三星電子、SK 海力士甲台積電目前享有美國政府核發的全面合併權。溫準3間公司將美國製造的半導體生產設備運送到中國的晶片廠商，無需要針對每一個擺設備出口單獨申請許可證。即馬美國希望取消合併權，也可看作是川普政府打擊關鍵美國技術留在中國的一環。中科技脫鈎，我覺得這個大概都是一個大的趨勢。在中國自製的 EUV 的機台的部分也有說法說，可能在2025年的3Q 就有機會執行的試產。不過，就在這個月，美中兩國才拄啊達成貿易協議，同意暫緩推出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即馬可能出現變數，業者煩惱會對廠商在中國的營運造成衝擊，佮加大美中緊張關係。無論是記憶體或者是晶圓代工，一定都會含有美國的技術的成分，所以說你要規避掉美國的技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此，北京官員強調，這個行動並不是新的貿易升級，而是為了讓晶片設備許可制度甲中國對稀土材料的管制機制是相同，不過後續影響也需要長期觀察。公視新聞採訪報道。鏡頭轉過來，刑事局有查到有詐騙集團甲騙來的錢換做黃金，總數去國外洗錢，總共是查到大約價值7700萬的黃金哦。也不過經過調查發現，對去年7月到當上無是已經走私超過300公斤的黃金出境了。另外，在台中有民眾想要匯200萬予客走囝去投資，後來所發現講這是詐騙。
警用大型的电击甲烟角击开，还佫直接用喷火器来扬，因为诈骗集团甲黄金藏伫咧内底，准备用假的方式走私到柬埔寨。警方表示，这黄金是诈骗集团伫台湾先甲赃款透过洗钱集团换做黄金，搁再走私出境。拦截扣押陈显所寄送至柬埔寨之包裹，内有铅合金金块2块，经切割查验，发现合金内有12块黄金，每条1公斤。随即在隔日拘提集团上手李贤，当场查获金条12块。刑事局年初查到假币商投资诈骗案，发现诈骗集团用走私黄金来洗钱。经过半年的追查，这个查到包装完成，还佫还未包装的黄金差不多有24公斤，市价差不多7700多万。嘛逮捕姓李甲姓陈2名嫌犯，警方清查嫌犯假件收据，发现2个嫌犯为去年7月开始走私黄金，估计已经走私超过300公斤的黄金出境。专案以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移送法办。另外，台中警方则是成功阻止诈骗，保钓民众200万的存款。我要领现出来转账，他们现在不给转，真的没问题。预汇款息台币200万元。经关怀提问是要将款项转账至杨姓干女儿的账户，用于投资股票跟期货。警方表示，姓杨的女主到银行想要汇款200万，予伊的客查囝作为投资股票，但是行员感觉奇怪，通报警方。警方拄啊到场了解状况，这个民众还佫坚持家己无去用骗，经过警方不断的提醒，所讲的客查囝投资股票，拢是诈骗定款的方式。钱恐惊有去无回，上尾民众较取消汇款。公司新闻台中报道。伫咧嘉义县沿海涌式的蚵仔，今年5月至9月通收成，也毋过最近因为蚵仔欠收，都有人伫咧半暝去偷赶别人饲的蚵仔。有渔民是讲，当年拢有这款的情形，伊嘛真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协助来解决这款问题。蚵农处理新鲜的蚵仔，嘉义县沿海为清明过了后，都是养殖蚵仔收成的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拢会有贼仔趁半暝去偷看别人养殖的蚵仔。嘉义县渔业科就讲，蚵农之间互相斗注意，会当减少贼仔动手的机会。对，中午过后还是晚上出去的啊，这样子的行为就会比较诡异啦，就比较可疑啦。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渔民这边他们应该是互相守望一下。如果觉得那个行径比较怪异，就可以通报县府还是通报海巡嘿。有蚵农表示，这阵仔西南气流和一寡乌病仔海去，因为欠蚵仔，所以才会有偷看乌病偷摕蚵仔的状况。因为海域范围大，监视设施嘛无一定有翕到，所以就算是报警嘛无一定抓得到。这段时间拢有听讲会发生这款代志，嘛唔知要安怎办，那是希望相关单位会使重视。如果科农有发现说有这样子一个小小行为还可以的行径可以及时通报118海巡的服务专线布袋海巡表示，目前也无接到蚵仔偷看的报案，不过会伫这段时间以无定时、无固定所在的方式来巡查，希望减少相关事件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台南市有一个市电公祭奉神庙，是全台湾唯一一间拜奉神的庙。但是即马这个庙的后壁有打算要来起大楼哦，庙方是真烦恼，施工了后，这个庙恐惊是会放弃。台南市政府表示，有要求业者施工要保证这个高级的安全，而且嘛着爱来提出计划说明。今日台南市电古迹奉神庙内面，庙的前殿嘛放上庙方家己做的大楼模型，伫靠西5楼高的厝，就伫要起伫市电古迹奉神庙的后壁。但是这个地点是全台唯一现存，主要是拜奉神的庙宇。现在伫后面，单仔隔一个墙的土地，就要起53楼高的厝。对于无地基的奉神庙来讲，恐惊会危及庙的安全。古迹，你已经认定它是一个古迹，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破坏这个古迹？它不是天灾造成，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奉神庙是府城78庙之一，前几年来因做公祭庙宇、主拍夜间的景点，嘛是外地游客前来参拜的地点之一。庙方是质疑。庙地产权对日本时代拢是庙方所有，后来煞变更成国有地、私有地，最后甚至去卖掉做商业地。加上建商要开屋有价1楼半的地下室，恐惊会危及庙的庙体地基，造成结构毁损，甚至是倒去。文化损害一旦发生，将无法度恢复。因为这屋咧绝对会别离来起价，阮所主互恁的文件互恁的，恁拢一直甲阮讲。
合法的，伊后壁即块地划入持有地，毋过你划入持有地，你时啊伫79年，你甲变更地目叫商业区，我讲自早即地拢庙地。对此，台南市府是回应，基地并不是古迹保存区。查证都市计划资料，原本就是商业区，将来毋捌对古迹保存区变更做商业区的记录，依法会当申请开发。不过因为临近市定古迹红神庙，相关单位嘛是会把关，保障古迹的安全。公司新闻郑云台报道。今年甲组高中排球联赛，雄雄出现一队正七分，也毋过真厉害队伍哦，就是龙镇高中。因的排球队伫2017年才成立，虽讲这个练习的资源是真欠缺，也毋过今年却连续赢7场，摕到第3名。稍等来7点半，青春咱的梦，咱做伙来看这场台中海线高中生是安怎拍拼的。伫球场跳起来杀球，冲过甲球救起来。这个球员当咧大车拼。今年甲组高中排球联赛伫屏东市举行决赛，伫预赛连赢7场的龙镇高中，4强的比赛对阵真强的队伍丰原高商。球员因为紧张，这场煞输去，无机会拼冠军。教练甲球员甲心情调整好势，要来面对明仔载的比赛。第一届来决赛，然后因仔甲阮教练的经验可能真正较不足。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因仔伫咧后壁小可兴奋的时阵，佮加上伊真正就想要赢的时阵，反而导致伊有反效果出现，可能肌肉太紧绷，到尾落人开始陆续抽筋。伫咧台中海线的龙镇高中排球队，2017年成立的时阵，资源是真欠缺，为着练习，还佫爱甲北京学校借场地。即卖体育馆嘛是最近这几年才起好，因那球队都连要招募球员嘛无啥顺利。我们龙津高中，我们位于台中的海线的最南端。那我们其实交通不太方便，而且我们学校里面没有学生宿舍，所以我们的教练每一年都很辛苦的到外县市去招募顶尖的排球的选手但其实都不是很顺利。今仔日要来拼摕第3名，球员的家长嘛做伙来现场甲因加油。龙镇高中的排球队准备好势要来车拼，这个球员展现出唔放弃的决心。昨天教练跟我们说，我们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拿下胜利。放开打，不要紧张，我们都准备好了，今天一定会胜利的。徛起伫颁奖台，球员证明因米暖练习是有价值的，因过捌互看轻，捌受质疑。不过因下心食拍拼训练，因要互大家知影讲，拍拼会当下过限制，为台中海线出发，向梦想起飞。记者陈雅纯、连新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广东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